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俄罗主，咱英公教兄弟姊妹倒转来教伫咱的教会，咱要同心来敬拜伊。咱就是一家人，是伫主内面属灵的一家人。阿门。所以伫咱的心内面充满着上帝的疼，充满着上帝恩典甲开来。阿门。今仔日咱倒转来到伫圣殿，咱就是要伫遮来敬拜，用咱的嘴，用咱的目睭，用咱的心，用咱的手，佮用咱的脚，咱会当跳舞无？会当拍扑啊无？阿门。上帝赏赐咱遮一切，拢是为着要来讹乐伊。上帝赏赐咱的手，毋那是要食饭摕物件，佮较重要就是要互咱拍扑啊，会当讹乐主。所以上帝创造咱的五官，创造咱的肢体，拢是为着要讹乐敬拜耶和华上帝。阿门。所以你甲隔壁人，你甲伊讲，你生做真水真缘投。你生做真水真缘投。哈利路亚！因为为着主来美丽，为着主来缘投哈。感谢俄勒主，这是无需要请咱起立，咱起立。哈利路亚！呀，咱的身躯啊，检测有软弱，总是咱可以当徛伫遮敬拜上帝。所以你是一个上好的见证。阿门，阿门。咱举起咱的双手，咱要来邀请圣神进入伫咱的中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会当伫主的内面来得到安静，得到安静。圣神就亲像一个水流同款，伫你的心内面流落，伫你的心里就得到一个安稳、平安甲自在。哈利路亚！咱做伙同心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靠无你。圣神，我靠无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俄罗主。当外邦人在讲，你所信的上帝是万王的王，是万主的主。恁所信的上帝是真实的。当咱听到这款的对咱的讲法的时候，你的心感觉安怎？你有认为你的上帝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无？阿门吗？阿门。上帝予咱的一切是美好的，上帝予咱的一切是有意义的。感谢主，咱英公教会今仔日伫第2场的时阵，嘛要来举行咱的协会，咱的协会的成立，咱的协会啊，这个协会的成立要有经过真侪政府的这个过程啊，咱好比用伊来申请好，包括法院遮拢爱有一个证明啊，所以迄个政府立案的这个协会已经落来，所以咱会当开始正式来走咱的协会的成立啊，这是政府公部门的一个一个协会伫咱的教会，所以今仔日咱就要奉耶稣基督，互咱的恩典的名，要伫第2场的时阵来成立。所以咱兄弟姊妹伫第2场，若是时间会使，嘛是会当来参加。因为上帝伊讲，咱侍奉伊的，伊就侍奉咱；咱讹乐伊，上帝就要将伊的福气满满加添伫咱英公教会。阿门吗？阿门。咱这个时，咱要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咱三角来祈祷来，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阿门。咱用这首诗歌来宣告，上帝已经赏赐咱袂摇动的信心。阿门吗？
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当咱呼求救主，救主就会听到，咱的耶稣就会听到咱的呼求。就是咱的牧者，也引带咱伫这条人生的道路中，无论咱的困境是啥物，无论咱伫顺境还是逆境，上帝拢会继续陪伴咱。阿门吗？阿门。阿门。这是一条新的歌，咱会当用这首新歌来继续来学乐咱的主，来敬拜咱的主。就是我的保证，你是唯一，每一个季节应听又传。你是光阴才的星君我，你是我快乐泉源。就是我的保证，你是唯一，每一个季节应听又传。你是光阴才的星君我，你是我快乐泉源。地关山，我要学落伫山谷，我也学落，我无惊惊，无搁惊惊，有你甲我同行。对对对面前摆设下，有你的同在。
踮伫主的内面，咱无惊吓。因为什么人是咱的牧者？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咱是上帝草场的羊，所以咱拢是上帝所宝贝的羊。感谢俄勒主，当咱伫俄勒敬拜上帝了后，咱带着上帝的快乐，也带着上帝的权柄，咱要来祈祷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咱今仔日咱要来为着咱的协会，咱的全名叫做新北市全人性命教育协会，所以这是咱永光教会伫今年新的一个开始。感谢上帝，让咱的教会会当透过安尼，甲政府、甲社区会当有真深的一个连接。因为主讲，恁着去，互万百姓成做我的门徒。阿们吗？阿们。是咱着去，所以咱的协会就是要帮助咱，会当互咱着去着出去，互上帝万百姓拢来归伫伊的名。阿们。所以咱这个时，咱要来为着咱的协会成立了后，咱的运作，毋茫会当互各年龄的才会赞助的长辈、学生、囡仔、才会成人、夫妻，拢会当伫咱的协会来得到福音。阿们吗？这个是咱要为着咱的协会的运作，求上帝赏赐智慧、快乐，互咱的协会会当成做传福音的工具。阿们。咱只是举起咱的正手，请咱为着咱的协会来祈祷来，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俄勒你，你是啊，你是啊，我会当去做主啊，耶和华的名，主你讲敬畏你的百姓，你就要踮伫迄个国家内面。主啊，你讲你亲自要踮伫阮的中间，透过上帝阮甲你所立的约。主啊，你要互阮会当将基督救赎的恩典会当传扬出去，互人人拢会当来得救。因为主你唔爱一人沉沦，你乃是爱人人拢会当得救。主啊，我要将这个诚做是阮的永光教会的使命，特别伫这个末世，耶稣紧要搁再来时，也搁有做人唔捌听过福音，厝里的人，阮的亲戚朋友，也搁唔捌听过福音。主啊，这只的拢伫你的手中，主你将因交伫阮，主阮会透过阮的协会成立，上帝你赏赐阮计谋。赏赐阮智慧，赏赐阮有对你来快乐，互阮伫这个世代会当成做迄个聪明的童女同款，会当牙顶内面有油，就是阮会当将圣神的快乐会当分赐伫这个社区，伫阮的厝边。主啊，你继续来带领，互阮伫所成立的协会有上帝你充满的快乐来能力来引带阮。我每一个人拢伫传福音的行列内面，有上帝你互阮大能大力运行伫这中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福杯满出来，福杯满出来，咱继续来听。福杯满出来。充满我。
伊也是美好的，伊对咱每一位拢是美好的。阿门。咱搁一摆用破开声跪伫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你要坐落来时，你来甲隔壁人，你来甲伊祝福，你甲伊讲，上帝大大赏赐稳定伫你的心上。上帝大大赏赐稳定伫你的心上。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咱要三甲来恭修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书第6章第35节到第37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书第6章第35节到第37节，咱齐声来读，请。耶稣甲因讲：“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毋过我捌甲恁讲，恁已经有看到我，还佫毋信。爸所予我的人，拢会来我遮。来我遮的人，我绝对袂甲伊气杀。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逐时阵的帮赞，成做咱性命的记号。接着，咱要请本堂主任牧师周信元牧师来正道。伊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信息是：你会当更较丰盛，你会当更较丰盛。咱请周牧师。兄弟姊妹，大家举起咱的正手，咱要做伙来宣告哦，来。等一下啊！好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阿门。感谢主，咱会早起伫遮会当来敬拜。天气真炎热，我相信咱伫生活内面，咱嘛会晓去注意。咱的身躯吼，甲隔壁讲，身躯真要紧哦。来，咱个对，身躯真要紧。咱若勇行，咱才会当来到伫礼拜堂来敬拜服侍伊。咱身躯有软弱的时阵，我就知影，咱就无法度会当真轻快来敬拜伊。吼对咱的家庭来讲，每一个人的身躯拢是上界要紧的。阿门。所以感谢主，互咱会早起会当做伙伫遮来敬拜服侍伊。我相信，伫今仔日咱有缘会当来算来笑，上帝恩典怎样伫咱内面伫展现伊显明伊的恩典，就是显明伊家己。阿门。也互伊会当甲咱当来帮助咱，互咱伫日常生活内面，拢更较相信上帝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一切的泉源。阿门。感谢主吼。好会早起咱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这个题目，就是讲咱拢会当更较拿丰盛。你伊爱丰盛无？阿门。这是你我相信的，伫主内面要帮助咱吼。前礼拜咱有讲，咱是会当千刷的圣殿对无？伫即礼拜内面，你有去感觉无？无论你去到一堆，你拢爱，你有去感觉讲，这就是上帝的殿，因为我就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我行去到一堆，我讲什么话，做什么工课，我拢是相信，这是对上帝的殿，对圣神的感动，上帝的同在所研发出来这个快乐甲见证。阿门。所以咱相信，咱拢是一个会清爽的圣殿。咱去到伫倒落，对，就是敬拜的所在，就是祈祷的所在。咱去到伫倒落，迄搭遐就是有祝福。阿门。感谢主哦。咱今仔日要成立这个新北市全人生命教育的协会这个协会就是咱基台伫教会、协会甲社会三个会哦
教会、协会、社会即个中间有一个真好的平台，嘛透过咱过去所努力的会当更较互社区的人知影，更较互即个政府了解讲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上界祝福的这就是咱教会要扮演的角色，互咱的社会更较知影，互咱的政府官员更较明白，咱所做的是伫真理、伫光明，是伫分享内面，伫见证基督的福音。这就是福音，就是好的消息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即届咱提出这个协会的申请的时阵咱有真清楚来写讲咱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啥讲本会是致力伫迄个全人性命教育的推广针对各年龄层的需要，提供人学的探讨价值的思辨。灵性的灵修养，甲终极关怀的知能甲实践，望会当促进咱国家的百姓身心灵健康为咱的宗旨啦。安尼有水无？你看伫即个内容内面，对一般的社会人士来感觉讲就知影讲咱较重要是伫讲人的价值较重要就是伫互咱修身养性互咱的性情，互咱的即个人际关系会当更较水，对无？毋过咱真做基督徒的，伫看这个内容的时阵，咱就知影，这拢甲咱基督的信仰有连结无？这是100%的连结，对无？咱第一个就是全人性命的教育咱有各年龄层的需求，咱会当来提供对人学的探讨，就是对人本质的了解，对人的价值观的一个思考对咱的灵性的这个修养，甲迄个性命的终结了后的一个探讨，这拢甲咱的信仰有100%的连结咯，所以。这是咱的协会，就是透过信仰做立法点，对教会做立法点，来互这百姓知影，咱的教会所做的，就是人一生上界重要的事。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你有加入咱的协会未？咱目前大概有50个加入佫有真侪人未加入，咱会当来思考，咱会当提供最简单就是你若加入协会，就是入会费爱300块啦一年咱有一个捐献500块会当互咱的协会即只在推广的时阵，互政府认可，咱这是人民团体，咱不只是人民团体咱嘛去法院来公证所以咱是法人法人的人民团体透过这个就是要互咱的社会知影。咱的教会徛伫遮就是一个祝福，阿门。所以咱会当讲，咱的协会是社会的祝福。咱做来讲来，咱的协会是社会的祝福，这就是咱所努力的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牧师甲咱来思考这个题目，是咱一定会当更加丰盛，因为咱愈丰盛的时阵，咱的灵魂体愈丰盛的时阵，伫这个信的顶面就愈有见证。伫这个福音的顶面，就愈有快乐，人互人得到祝福所以咱看耶稣讲，我就是生命的饼，到伫我遮的，得较袂枵；信我的，永远袂喙焦。耶稣真清楚地甲咱讲，耶稣讲来到我遮的，永远袂枵，永远袂喙焦。咱知影，伊在讲的毋是属肉体的需要。若是属肉体的需要，咱知影，即顿食饱，下顿安那嘛是搁在等，对无？一日固定，若要食3顿，最无嘛爱食2顿。这就是咱的生活内面事实的这个需求，伫咱的生活内面有影，这个肉体的需求是必须要的，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维持咱的体力。拢是耶稣真清楚甲咱讲来到我遮的，我就是生命的饼，我就是活泉所以。来到我遮的是袂枵的，是永远袂枵，永远袂喙焦的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伊嘛甲咱讲，
我来是要叫人得到性命，而且要得到更较丰盛。兄弟姊妹，是咱相信上帝差派耶稣降临，伊所做的一切，互咱去经历。伊是一个满有慈悲、怜悯、疼痛的耶稣基督。伊嘛有大权能哦，而且伊赢过死荫的关系，通互咱知影，迄个被上帝所差来的。圣经甲咱讲，迄是无可限量的。圣经嘛真清楚，耶稣嘛甲咱讲真清楚哦，讲伊所享受的圣神是无可限量的。总是伫咱的心内面，咱常常限制家己呢，足可惜。所以耶稣甲咱讲，我来是要互咱有性命，而且是更加丰盛的。为什么？因为伊是无可限量的上帝。若是安尼，咱伫伊内面的人，咱毋好互家己的淡薄的欠缺，互淡薄的不足就限制咱家己，就否定咱家己。求上帝帮助咱哦，互咱会当真清楚，真做基督徒的你，伫主耶稣基督内面，伊应允咱的性命，伊要享受互咱，并且比咱所想象的是更加丰盛的，得为着咱备办。因为圣神来，就是迄个无可限量的圣神来，就是要充满咱、管压咱，互咱会当伫生活行道内面，更较去经历伊的权能、伊的祝福。这就是伫圣经今仔日内面真重要的、真重要，互咱会当来了解。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的性命一定会当更较丰盛。阿门。你甲隔壁讲，你的性命会当更较丰盛来。是，你的性命绝对会当更较丰盛哦。今仔日咱透过这段经文，咱嘛要看见。耶稣就讲，既然爸所赏赐互我的，所赐互我的，就要来到我遮，到我遮的，我永远无弃杀伊。哈利路亚！耶稣真清楚，互咱了解，咱之所以会当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出自爸美好的旨意哦。阿们。咱相信生命所有的一切，拢是天父所创造的，也天父有伊生命的特别的安排，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伫你还未出世来到世间的时阵，咱的天父就已经清楚要互咱的是啥物，包括耶稣甲咱讲的，爸所赐互我的，意思就是讲，伫你还未出世大生。天父就伫计划你的一生中间，互你会当认捌耶稣基督。可能你本来你就是生长伫基督徒的家庭内面，可能你毋是，总是上帝互你有这个机会，就伫伊计划中间，互你拄着基督徒，互你有感受，互你意爱较无来到看到十字架有疼的所在，进入到教会，无论安怎，这个耶稣真清楚甲咱讲。拢是伫天父美好的计划来成就一切。然后耶稣就甲咱讲，既然来到伊遐个，伊绝对无弃杀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信所深信，咱怎样会当伫咱的生命内面，更较得到丰盛，真正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是天父对咱的生命的计划内面，早就定着。互咱真做得救的人，互咱真做上帝手中的宝贝呢。阿们。所以咱讲，咱是特别的，迄个特别是安那？是伫创造上帝创造内面，全世界60亿的人，包括过去到未来的人，无一个人完全甲你相共。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上帝伫伊的创造内面美妙的计划。意思就是讲，上帝创造你是特别的，就是互伊伫伊的手中心看作宝贝，看作奇妙的。这就是伫上帝创造内面，咱会当去体会。所以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照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去。真特别咯！耶稣讲，恁会当就近，咱会当就近救恩。就近十字架得到救赎、称义，
是因为咱信耶稣基督。总是伊讲，这是天父引带咱、感动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耶稣基督伊有一个目的，就是透过伊会当带咱转去到天父遐，转去到天父的兜呢。哇，足特别吼！伫这个过程内面，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信仰的历程。无论你是安怎信主，总是你爱相信，就是上帝对你美好的计划是一世人的，嘛，互你因为天父的计划安排，互你认捌耶稣基督，总是伫基督的救恩内面，伫上帝永远的计划内面，是要互你透过耶稣基督认捌天父上帝的救恩了，透过耶稣基督将你带转去到伫天父的家。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那么借着我，无人会当转去到爸遐去。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信仰的一个历程哦。咱即马到伫哪落，这就是你我会当好好来思考的一件代志。所以，既然到伫主面前的，伊拢看咱做手心中的宝贝。伫上帝的计划，伫耶稣基督的救恩内面，咱拢是特别的，是独一无二的。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信。咱的信，互咱付出咱的价值来。阿门。伫信内面，会当看见上帝对你生命的创造的美妙，也伫信内面，咱看见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互咱的生命的价值会当浮起来，会当互咱清楚。所以，这就是你我伫信内面所会当来了解的。所以，圣经就甲咱讲，保罗讲，因为恁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伫恁的身躯的顶面会当荣耀上帝。若是安尼，这是理所当然。当咱清楚咱的创造的爸创造咱，也将救赎互咱，引带咱到伫十字架顶、十字架前来认捌救恩、领受救恩，也透过耶稣基督，互咱会当获得天，成做天父的囝儿。哦，等于到伫天父的兜，享受上帝一切的荣耀。理所当然，咱就是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用伊的生命救赎回来。若是安尼，伫咱的身躯就自然会当应现基督的荣耀来。也透过安尼，咱就知影，咱就成做一个有见证的一个基督徒。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这个信息内面，就上帝帮助咱，所以咱会当来思考，你的价值是谁讲的？你的价值是谁定论的？好，若是安尼，咱就爱为什么基督徒的咱爱注心看耶稣，咱爱注目仰望上帝，咱爱深深去体会圣神的感动，照着圣神的感动来做任何的代志，就是因为咱知，就伫上帝的创造内面，就伫耶稣基督的救赎内面，咱的生命的价值才会当真正浮起来，互咱看到，互咱肯定，嘛互人看见咱是属耶稣基督的。这就是今仔日透过这段信仰内面要帮助咱的。牧师要讲一个故事，这是针对一本册所来翻译的一个故事吼。讲有一个好家人，伊真早伊的太太就过身去，留落一个囝甲伊相依为命。这个囝甲伊相共有一种意爱，就是伊真爱收藏这个名画，吼所以两个爸仔囝常常就伫因收藏的名画的头前，伫遐欣赏，互相来看这个来看这个名画时阵，互相来分享。这个老爸感觉心满意足。无偌久有战争，这个囝讲既然有战争，我应该当少年，我应该爱为国来效劳。所以呢，伊就做兵去做兵哦，总是真不幸。就是伫一届的战争的内面，伊为着要救伊的同事，
煞互人煞有对德的庆子来拍着伊当场来死亡。死亡了后，这件代志传转来到这个老爸的耳孔前。老爸有够艰苦，有够艰苦。逐日就是流目屎，毋甘伊的囝离开伊安尼，变做一个真孤单的一个孤单老人。1个月后，一个少年人去到伫伊的门的头前，摕着一个足重的物件，毋知啥物物件包好势吼，伫遐甲试电铃。即个好家人拍开，即少年人就甲讲先生，你毋捌我，我就是互你的囝伫沙场的顶面，来互伊救的即个阿兵哥啦。我要甲你讲，你的囝迄天毋是干那救我尔，伊帮咱几个人，阮的同事，伫迄个真危险的时阵伊用伊尽伊所有的气力救几个人了后，救着我的时阵，甲我放伫安全的时阵，对我一粒枪子对伊心脏过去，所以伊当场就来离开世间。所以总是我毋知影即个物件，毋知你会下意无？这无算啥物贵重，因为我毋是啥物艺术家，总是我想你的囝会想要爱你收藏即张图啦。然后即个少年人就将伊画即张图甲拆开互即个好家人看。即个好家人看到伊的囝的即幅图，心内真艰苦，对无？流目屎。总是看到即个少年人为伊的囝迄款的眼神，为到有够真的，有够真的。所以呢，伊就真欢喜。迄天拄好是圣诞节咯，所以迄个少年人就甲即个老人伫迄天食暗顿来过即个圣诞节后来，即个老爸就甲伊的囝即幅图吊伫伊的壁炉的顶面。有真侪人真好奇要来参观，是伊朋友好奇要来参观伊的这收藏的名画时阵，第一个伊拢先来互伊看即幅图。你看，这就是阮囝伫当时对一天伫战场的顶面，为着要救伊的同事来牺牲伊的性命。然后即幅图看了，伊较继续会带伊爱看名画这个人去看别个名画安尼过无偌久，即个好家人就来过身去。过身去，伊就开始伊就有讲，伊遮个画拢要来拍卖掉要来拍卖了。即个拍卖师就迄搭遐讲，来，今仔要拍卖，第一个要拍卖是啥物？就是我背后即幅图这是就是收藏家的囝的相即个画图大家讲这也无啥物价值啦，紧的啦，我毋是要看这啦。伊讲无，第一就是爱对这开始卖无安尼，我先画一个价，100块美金开始，100块美金第一价开始有人要投标无？大家伫遐起出点也无人要甲伊讲拍卖师讲无安尼，50美金嘛无人，40美金好无嘛无人。后来有一个老人举手讲请问10块美金会使无？歹势，我敢若10块美金尔啦，伫裤底下内面因为即个拍卖师40块美金无人买的时阵，伊就讲囝，啥物人要爱即个囝啦？所以即个老人讲10块美金，因为伊是因厝里的园丁啦。伊讲我认捌即个囡仔，我知影即个囡仔的可处，我嘛知影伊为着国家，为着要救人，伊来死，献伊的性命。所以是毋是10块美金会当，互我会当有伊即个相片，即个图会当互我来保留？即个拍卖师讲10块美金，有人要爱无？有人要听无？1届、2届、3届，最后
就互即个客气吼，互即个老园丁吼，10块美金700度互伊。然后拍卖师讲好，今仔日拍卖到这结束。大家讲啊，剩的呢？我毋是要来买700度，剩的呢？伊讲歹势，就是到今仔日，就是拍卖到这结束。大家讲到底是安怎？哇！这个拍卖师就讲讲根据这个收藏家伊的这个位数吼，讲什么人嘛买到伊的囝的700度，所有的其他的名画拢互伊，拢是伊的啦。所以这个老园丁用10块买到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感觉讲真特别吼。迄个亲子的关系就是遐个奥妙，吼，互咱会当去感受到，互咱会感觉讲哇，较会安尼，这事实就是安尼。敢若伫即个人的人生的即个爸囝母囝的关系，就是遮尔的奥妙，超过一切物质所会当来表达的一切吼。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对世间人嘛安尼在讲，囝，啥物人爱我的囝？因为伊的囝已经愿意家己上十字架顶伫十字架顶来死。上帝世间人拢在讲囝，这是我的囝，什么人要爱我的囝？兄弟姊妹，若是照这个收藏家来讲，是得到伊的囝，听伊的囝700度的。伊就要将所有的互伊呢？若是安尼，咱敢无相信？什么人若有上帝的囝，什么人就通得到一切。阿门。咱做伙来讲好无？什么人有上帝的囝耶稣，什么人就会当得到一切来。什么人有上帝的囝耶稣，什么人就会当得到一切。是，这就是伫咱信仰内面所互咱看见的。所以耶稣讲，来就讲我要互伊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较丰盛。迄个丰盛就是伫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会可能所有的一切，拢要因为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伊的救恩就真侪咱领受被上帝一切丰富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条件。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可能咱信主一久久，总是也愿上帝将迄个感动放伫咱的中间。今仔日咱的天父犹原会讲：囝，我的囝，我的囝，伫十字架顶流血死的这个我的囝，什么人若得到伊，就是得到我的一切。也愿上帝互咱伫咱的生命内面更较明白。所以你的生命，你有感觉丰盛无？还是只是做一个亲像真丧香、真无气力的一个基督徒？无，伫基督内面绝对毋是安尼的应允。伫基督内面所有一切的应允，上帝所有一切的应允，拢要伫基督内面来成。所以圣经就安尼甲咱讲，毋是吗？讲既然上帝所应允的，伫基督内面拢是安那？是死的，拢是死的，拢是应允要成的。所以，互咱会当去了解。咱感谢主，真正基督徒的咱毋是干那领受生命，互咱的生命更较丰盛尔。咱嘛会晓去分享的时阵，这会带来更较加倍的一个喜乐呢。所以咱伫9月27，为什么讲咱搁要来街头报道？对，咱要将咱生命所领受的迄个分享出去，分享出去了，上帝就愈加添，愈加添，分享出去，上帝就愈加添，互咱的生命是无可限量的，会当互人看见，嘛成做别人的祝福。所以咱教会，咱看咱过去所努力做的，那今仔日咱透过咱要成立这个协会，透过这个宗旨，互咱知，咱徛伫信仰的本质，徛伫咱教会的一个基础内面，
咱继续要对社会来不止要福音会当感觉幸福俩，更较重要就要将福音会当片传互因了解。咱只要讲，对无？咱只要负责讲，其他的上帝就会成就。所以伫这宗旨以了后，伫咱的协会的即个受政府的确认的内面，咱有4个任务哦。第一个任务就是讲针对全年龄推动生命教育的课程的学习甲互动，嘛会当认知生命的价值甲意义，活出健康佮幸福的人生。其实伫咱每一日的礼拜，也是咱的主日礼拜，咱拢是在讲这个，对无？这是你我拢会当了解。第二，咱要举办一寡年长者的身心灵健康的活动啊、讲座啦、课程啦。第三，就是要针对儿童青少年规划相关的即个培理的课程培理的课程这就是讲透过咱有真专业的要望互因伫每一个无共款的年龄来会当学习什么的时阵，咱会当透过游戏、透过这讲座、透过这活动来建立因有这专业的知识互因会当有伫即个品格、伫即个信仰、伫即个专知识内面，会当更较愈来愈加添这就是咱会当做的吼。当然，第四就是配合咱的政府社会福利的政策，咱要举办即个弱势的族群照顾甲关怀具体服务的一个计划这咱教会拢嘛有在做，对无？所以这就是咱了解咱教会长期以来针对这个全年龄的这个关怀、陪伴、支持甲教育，咱拢会当看见。所以咱的社区儿童的舞班咱已经办几年啊？你敢知？牧师去甲查，咱办22年啊，22年啊！咱的学童阅读营咱办几年啊？学童阅读营就是拜三12点到5点，去甲囡仔有参加的来接来遮，对无？陪因写功课，教因唱歌、讲圣经故事，教因品格、教因团体的生活遮的。咱办即个已经15年啊，15年啊！校园的校园天使就是会当进班入去讲即个讲故事教育即小朋友互因品格咱嘛当然咱会有愿用信仰参与伫即个中间即个咱已经办8年到疫情的时阵，咱因为疫情就袂当进班，咱甲停起来所以咱就知影不但是安尼咱嘛开始伫咱的即个年长的幸福的乐龄营咱关怀这弱势具体的行动，伫去年到今年，咱甲 TVBS 合办对无？有这全年的礼券这拢是咱教会过去就拢一定在做的哦。咱嘛开放咱的这个空间，互咱的大楼，无论因开这个管委会，还是这个所有全人的一个大会，有无？咱拢提供这拢是甲咱的社区有连结的。当过去咱做这即马有这个协会，咱理所当然，咱就会当更较广阔伫这个咱所做的这透过协会或者社区的人会当更较认同，知影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所在。所以咱相信。咱的教会，无论是婚前的辅导、婚姻的协谈、家庭亲子的关系边听的关怀、品格教育等等有无？这拢是政府可能无法度做的，毋过透过咱的协会，透过教会协会，就正做教会甲社会的一个桥梁咱拢在做这我相信会当帮助咱所以咱临时收到讲竟然有人送花互咱哇，对所以今仔日有这个人咱有2个里长一个林德福立委有送回来连议员嘛有送回来因的办公处的这伊的属下无论是主任秘书第2场的时阵，拢会来参加本来咱想讲咱得办一个细细一个开幕一个揭牌就好总是。这个人知影了，拢安那，拢感觉讲这是大事
所以咱教会就更加扩展所以伫等呢，咱就有真好的交代安排互咱伫第2堂的时阵，咱的礼拜真紧的过程了后，伫即搭遮咱嘛会请几位实际有关甲咱连结的遮来讲话了，咱就要去到伫4楼遐迄个看板遐，咱要来揭牌迄个动作揭牌了就正式互人知，才有一个协会是永光教会所设立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清楚，咱成做一个上帝祝福的人，是丰盛的性命。咱无论行到倒位就有祝福。阿门。你甲隔壁讲，你到对拢有祝福来。你到对，无论去到对咱真做基督徒的，咱去到对，拢有祝福，这是上帝予咱的。阿门。好，来，咱做伙来读一段经文来，我来是要互因有我，阁有丰盛。来，我来是要互因有我，阁有丰盛。阿门。上帝耶稣讲的来，伊来就是要互咱有性命有活，而且是更加丰盛的性命。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伫今仔日会当有真好的领受。这时阵咱起立来吟这条诗歌，分享上帝的听回应上帝的听。你的同在。
应允阮，你来是要互阮得到性命，但阮对基督的救恩已经得到属天的性命，总是你也应允阮，互阮的性命要搁较哪丰盛，求你帮助阮，互阮无界定家己对你所领受的恩典。阮深信你的恩典是丰富的，是超过阮所求所想的。伫阮现在所看见、所面对这的艰难、困苦、病痛，拢袂当拍倒阮对你的深信，互阮知，阮喜乐的心要搁较有活出来，对基督内面所互阮的，因为你应允阮，你就是道路、真理、活命，阮会当透过你，当去到伫白道领受丰盛的恩典。就是伫这个时阵，阮更较深信，就要更较哪得到。多谢你应允阮，也祝福阮的教会，也祝福阮教会所设立的协会。感谢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兄弟姊妹，接着咱要来奉献，咱请奉献的同工来准备。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敬天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请坐。接着是报告的时间，咱要请阿那新学生来主持。大家好，大平安。咱一开始，大先咱做来看咱即礼拜导读的主题是尊荣，咱做来念即个引言，来请尊荣神，因他是慈爱、圣洁、公义的神；尊荣人，因人有神的形象和基督的救恩。阿们吗？阿们。
好，伫顶礼拜拜四暗的时阵，咱教会有差不多要80个人去到新练行道会参加因康麦克牧师医治的特会。伫遐有咱兄弟拢有真好的领袖嘛，伫身躯得到医治嘛，伫甲人的关系内面得到恢复，所以真正感谢上帝，互咱有遮个领袖。好，过来，伫今仔日第2场，咱会来。颁发咱的信仰奖励金，所以有青少年牧区、搁儿童牧区的名单，咱会当家己来看。好，伫今仔日是咱成立新北市专人性命教育协会的感恩礼拜。伫今仔日第2场礼拜了后，伫4楼咱要来举行开幕的揭牌仪式，所以嘛，请兄弟会当继续来为咱的协会的成立来祈祷，嘛会当互咱即个协会的所有活动会当成做咱对社区来传福音的器具。阿免吗？阿免。过来是第18期的生命更新营，伫即个拜六要来开课，所以咱请咱的学员来注意即个报道的时间，佮咱的同工的会前祷告的时间。过来是咱小组要来提供学长的同工的名单，请咱的小组长伫9月8号进前来甲这名单交互咱的名家干事。过来是咱阅读营转型星光学院的报名吼，咱参加的对象是国小4年到国中以上的学生，所以咱会透过伫9月10号开始，咱会透过帮助因伫课业顶面会当搁较来进步之外咧，咱嘛会用英语的方式。互因对圣经会当搁较来明白，所以咱嘛有邀请咱的宣教师 Ruth， 伊会来教咱青少年英语的部分，所以咱若会当来邀请咱的青少年，也则是咱厝边隔壁的人，若因有囡仔有青少年国小4年到国中以上的学生，都会当邀请因来参加来报名。好，过来星光学院的同工，请伫咱今日礼拜了后，伫4楼 B3 教室来召开会议。过来是9月15号，伫第2场礼拜了后要召开小会，所以咱请小会员来注意这个时间。后礼拜拜日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咱会邀请巴黎教会林牧师来代表圣经学院来讲道报告，嘛为咱的新学院继续来祈祷。煞接是咱央青牧区，即摆阁有报名的名额吗？无，还是已经额满啦。感谢主吼，互咱嘛有真侪8岁会报名要来参加。好，过来。圣诞节首座的报名的时间，早鸟价延长到9月14号。咱的目标是500个人会当来参加，所以咱会当请兄弟继续来邀请这新朋友做伙来参加。所以咱嘛来注意这个时间，伫11月17号是铁三角桌长的体验营，所以咱嘛请小组长来注意这个时间。健康大道的部分，咱会当继续来为着恒宇，就是咱的青年，咱永光教会青年，伊即马伫英国，伫遐伫做工课，咱嘛来为着伊的身躯来大道，佮有咱的立青节，嘛是愿上帝来祝福因的身躯会当健康，会当勇壮，阿免。互咱教会的网站嘛会当继续来使用，会当将即个网站来介绍互咱厝边隔壁的人，安尼因会当搁较容易来明白咱的教会。好，煞接咱请兄弟起立，咱要做伙来唱即条诗歌，来彼此来祝福，彼此来握手。一夜明灯就离，一路中我里满了龙。
祷愿上帝慈悲怜悯的圣手扶持恁的脚步，也愿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全伫你甲你的家，也互你的喙成做福音的出口，伫圣神的引带感动内面，活出美妙的生活。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